即马因为高龄化，机器人是愈来愈发展。即马伫咧南韩、法国南锡正咧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的展览，有30多间公司甲研究机构拢来遮展示因上新型的机器人。有真侪机器人结合 AI 的人工智慧，应用伫咧医疗保健、甲灾难应变等等。不过，有专家认为讲 ，AI 机器人会当完全自主来适应环境，甲人类互动，可能要真学。国际人形机器人展有各种的机器人，互人看甲目睭花一花。有一寡机器人会当做表情，有一寡手镜头会当连卡叮当。伫法国南锡举办的这场展览，有30多间企业甲研究机构展出上新研发的机器人，其中有真侪结合 AI 人工智慧，加强机器人甲人类互動，而且應用伫醫療、災難應變，甚至是家庭的使用。I think with the new AI methods that are now developed in that do image processes, language processing. We're going to see robots that are more and more interactive,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our instructions and then translate them into plans, actions. 法国洛林大学英语中心研究主任艾瓦尔蒂认为，受到去年驱动装置还有机械电子学的影响，和机器人研究成本降低。全球的新创公司导致开发机器人的数量增加，在结合 AI 甲工程学了后，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空间，和机器人会当为环境内底合适做出决策，执行负责的任务。也毋过要和 AI 机器人会当完全自主的适应各种环境，佮有智能的限制。Naturally, in real tim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human, and act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like home. We're very far away from making robots fully autonomou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in such a way. 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